大家好，歡迎觀看營知系統科技的數字化支援服務方案簡介。在當今信息萬變的商業環境中，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中小企業提升競爭力的核心關鍵。今天我們將重點為大家介紹一款能顯著提升營運效率的核心產品 AMS 財產管理系統。在了解方案細節之前，先為大家介紹營知系統科技。營知係一家植根係澳門的專業資訊科技服務公司，成立於2000年，專注於軟件系統的開發、集成與實施。自已經累積超過25年提供方案的經驗，必定能成為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道路上最可靠的技術夥伴。接下來，我們將介紹另一款針對資產管理的利器 AMS 資產管理系統。AMS 系統的核心優勢在於對資產全生命週期的精確掌握，從最初的規劃與採購，到日常的使用、維護與盤點，直至最後的折舊計算與報廢註銷，每一個環節都具備完整的記錄與追溯。為適應多樣化的辦公場景 ，AMS 同時支持網頁與手機版本。系統採用 RFID 或條碼技術，讓線上或線下的資產盤點變得簡單快捷。此外，系統支持自動生成多種格式的報表，方便數據互換與存檔。標準化的 SOP 從登記到價值變更，每一步操作都清晰透明，確保資產管理的嚴謹性。AMS 可以在公司自建伺服器與雲端託管兩種靈活的部署方案，統一的數據庫管理、規範化的作業流程以及資產全生命週期的追蹤，共同構建 AMS 核心價值。它能顯著降低企業的資產管理成本，並為管理層提供精確的資產狀態信息，助力企業優化資源配置。以上就是營知系統科技為企業帶來的數字化方案介紹。對我們的方案有任何疑問或希望進行更深入的諮詢，歡迎隨時通過屏幕上的電話、電郵或社交媒體與我們聯繫。營知系統科技期待與企業攜手共創數字化未來。感謝觀看，下次再見。